範一個瞓喺度嘅動作，同頭先咧坐喺度嘅動作大致差唔多嘅。不過咧，你有陣時喺床嗰度做咧，咁瞓喺度做咧就會更加舒服啲咁解嘅啫。咁我哋咧都係啦，如果個床咧太多雜物咧，都要拎開佢啦，或者睇下個牆安唔安全啦。咁我首先咧我都瞓喺度先嘅。咁你當一瞓落嚟嘅時候，你都抱一抱膝，令到你條腰舒服啲，咁樣碌下，鬆下條腰先，然之後伸翻隻腳出去，亦都係啦，攞條橡筋帶，咁咧你就將你一隻腳翻上去，蹬直佢，拉下佢，用隻手咁樣拉下，等你後邊嘅腳跟咧可以扯翻鬆啲先啦。咁然之後拉得2下、3下，咁你覺得舒服啦，同埋練下我哋手臂嘅力都好嘅。咁拉完之後，我哋而家都係左腳，咁我哋就左手捉住2條橡筋帶，右手撳住地下得㗎啦。慢慢將你嘅腳向你嘅左邊一路拉落去，差唔多貼近地啦。而你嘅手咧就用個手踭同埋你嘅上臂咧都貼晒喺嗰個地下嗰度嘅。咁就將隻腳抽高啲，向你嘅膊頭抽上去。咁咧我做翻一次，抽完之後咧 hold 咗。如果你睇唔到唔緊要嘅，我一陣間會做埋呢隻腳。然之後用你嘅右手捉住橡筋帶，你嘅左手撳住個地下，個頭擰去左邊，你隻腳就向你右邊，嗱，盡量喺你個 pat pat 嘅位置咧都貼住個地，唔好咁容易俾佢咁樣抽晒上去嚇。盡量咧有少少抽嘅唔緊要，一路拉，你會覺得好拉扯嘅 pat pat 嘅位，跟住你個手踭曲上臂跌落去個地下嘅位置，晾到佢，跟住隻腳抽到幾高就幾高啦。有一定嘅拉扯，你感覺到有啲冤痛，咁你就停住喺度，做幾個呼吸，然之後慢慢放鬆，去翻天花嘅位置，2隻手打翻開，一隻手揸住一邊橡筋帶，然之後收下巴，將上半身上嚟，試下將個腳拉埋去你嘅頭頂嗰度，拉到幾多就幾多，唔緊要嘅，係咁依拉，感覺下，好慢慢放翻個頭落去。然之後咧，先至曲膝頭，做另外一邊嘅腳。嗱，呢隻腳同樣啦，俾你睇得清楚啲嘅啫。我做多一次，其實一樣做法。咁咧，我哋伸直隻腳。嗱，我哋嘅右腳伸直，登上天花嘅位置，將隻手捉住橡筋帶，你捉短啲都唔緊要嘅，將佢拉埋嚟個頭嘅位置。咁你咧呢個位置就會好扯㗎啦嚇。咁你鬆幾下先，慢慢鬆下佢。如果你好緊嘅，你可以淨係做呢一個動作先，做幾日，然之後先再做其他動作。跟住同樣啦，你嘅右手將2條橡筋帶一齊捉住，你嘅左手撳住地下先，慢慢將你腳攀翻去右邊，隻手捉住咯喎，捉住橡筋帶咯喎，一路打開隻腳之後，抽高佢咯喎，睇唔睇我手踭曲啊？將個上臂擺落地下，再將佢抽上啲，做到幾多就幾多嘅，唔緊要嘅。好啦 ，hold 一陣，你感覺你大髀內側有啲扯嘅，然之後慢慢將佢升翻上去天花，用另外一隻手啦，即係我而家用左手捉住2條橡筋帶，右手撳住地下，我個頭係擰去右邊，但係我隻腳就拉去左邊，留意我個 pat pat，盡量唔好咁快打側晒佢，我盡量壓落去隻嗰度，盡量抽高隻腳，然之後手踭落去。咁你會覺得呢啲位置好扯嘅，咁你唞一陣，慢慢呼吸，慢慢去感覺，一路得嘅就拉高啲，拉多啲。咁你幾個呼吸之後，你覺得需要放翻啦，你舒服啦，咁你慢慢拉翻去頂嗰度，咁然之後再鬆翻你嘅腳，或者你再繼續做多一次頭先嘅動作，拉隻腳上嚟，升一升起個頭，慢慢咁樣鬆一鬆佢，然之後先放翻落去，慢慢嘅曲膝頭。放翻隻腳，咁樣做下呢個動作。咁做完之後放開條帶咧，你個腳你都鬆一鬆佢，令到啲緊張嘅地方放翻鬆。再抱一抱膝，收下巴，將個頭上嚟，掂一掂膝頭哥，掂又好，掂唔到都唔緊要嘅，上一上，等後腰舒服啲。咁然之後慢慢先至係做完呢個動作嘅，咁樣可以啦。